各位大家好，呢集係耶穌是誰系列，題目係耶穌帶領門徒走過試探。經文係喺路加福音11章至到12章嘅21節。將呢段嘅經文連起嚟嘅主要係喺12章1至到21節。好啦，我哋講啲背景先。自從路加福音10章25節開始，耶穌已經完成4次嘅門徒訓練，並且有滿意嘅效果，佢因此歡喜，因為呢個就係父差佢嚟嘅時候所吩咐嘅。喺呢段嘅旅程裏面呢，佢一路係遇到好多嘅試探，所以喺第11章開始嘅時候，就有主禱文呢段嘅經文。其實呢段經文亦都就係耶穌面對試探嘅時候，佢自己點樣走過嘅。耶穌喺個主禱文裏面講，即係其實佢同天父禱告啦，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呢個其實亦都係耶穌要帶領佢嘅門徒走過嘅路程。喺傳天國嘅福音嘅時候，佢哋必定會遇到好多呢啲咁嘅事，但係耶穌喺呢度教佢哋禱告，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所以呢個唔單止係耶穌教門徒嘅禱告，亦都就係耶穌自己，亦都耶穌傳授俾佢嘅門徒聽。你哋將要咁樣嘅方法嚟到走過試探，靠着祈禱，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耶穌為咗勉勵門徒唔好灰心，喺受到試探嘅時候唔好灰心失望。佢甚至講咗一個比喻，就係有個人半夜3更嚟到求屋裏面嘅人俾個餅佢，等佢可以招呼啱啱嚟到嘅朋友。求嘅時候唔好灰心，唔好淨係聽到對方拒絕嘅聲音，要向父求，因為背後嘅係天父，佢唔會將石頭俾兒子嘅。如果你求食物嘅話，求麵包嘅話，佢唔會將個石頭俾你嘅。呢個喺11章13節，喺教導完門徒點樣係藉着禱告祈求嚟到去經過試探之後，有2件事就係耶穌即刻受到試探。第一件事就係佢醫好咗一個被啞巴鬼附着嘅人，或者簡單啲就係趕鬼。而當場嘅人呢，就並未因着呢個神蹟而感動或者係感謝，反而竟然有人提出話佢係靠耶穌係靠鬼王別西卜嘅權力趕鬼。呢個呢係作一個大話冤枉耶穌嘅。所以我哋睇下，其實佢講呢件事嘅人，佢係在現場，但係問題就係佢喺現場裏面，佢揾唔到耶穌造假嘅把柄。的確佢係見到一個神蹟，但係佢竟然無能到唔能夠揾出耶穌做假證據嘅假證據。因為佢哋從好開始嘅時候已經認為耶穌係褻瀆神嘅人，所以耶穌嘅神蹟一定係假嘅，只不過係我揾唔到耶穌做假嘅證據啫。所以佢哋為咗交差，所以就直接話靠鬼王別西卜嘅權力趕鬼。有冇咁巴閉啊？同神並冇關係。咁佢講呢個大話呢，佢就唔使做嘢噶咯。你諗下，佢同上司報告咗之後，事情咪就完結咯。
我點同鬼王嚟到去鬥爭啊？係咪啊？所以呢個係一個懶惰嘅大話，但係俾耶穌駁斥咗啦。於是乎，佢哋又重新組織喎，諗咗另外一條橋喎，就係揾一日嚟遇見耶穌。當然唔係巧合嗰隻咧，佢仲班齊人馬嘅。佢就喺咁多次嘅神蹟裏面，佢哋呢班人主要係猶太教嘅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啦，都冇辦法揾到耶穌造假嘅證據，而且係好多次，亦都有好多次喺公開嘅場合裏面進行嘅。咁見得自己好冇能咯，所以佢哋當中有啲人呢都好積極嚇，都想真係立一啲功勞嚇，就走到耶穌面前啦。你可唔可以顯一個神蹟俾我哋睇啊？咁你估耶穌傻嘅咩？係嘛？睇到你成班人喺度，個個都金睛火眼嘅，夾住晒嘅。咁呢個梗係一個陷阱啦，一個試探嚟啦。所以耶穌講咗個比喻，就係關於約拿嚇，亦都好輕易咁化解咗呢場嘅衝突，或者叫做試探。跟住喺33至36節裏面，論心裏的光嘅呢一段，主耶穌其實係提醒呢兩次試煉佢嘅人、試探佢嘅人，佢哋嘅眼睛可能被分花了，一啲事物阻擋住，好似燈放喺斗底下一樣。你可以講呢個係耶穌仍然挽回呢兩批人。跟住37節裏面講說話的時候，即係話就啱啱講完頭先所講嘅說話，就有人請佢去食飯啦。主要係嗰個屋主係法利賽人，佢開咗啲筵席準備請耶穌食飯。咁亦都在場嘅咧，亦都已經有其他嘅律法師。所以你睇見呢度咧，唔係冇預備嘅，佢哋可以話係一氣呵成，從要求耶穌顯個神蹟俾佢哋睇，到呢度請耶穌去食飯，基本上係同一班人嘅佈局。呢個係一個試探嚟嘅。咁我哋睇下耶穌點樣照住佢嘅主禱文個經文嚟帶領佢嘅門徒走過另外一個試探啦。喺42至到54節呢段嘅經文裏面，sorry 係37節至到54節。喺呢段經文裏面咧，其實你外人睇起嚟咧，好似耶穌係一個唔懂禮貌、不近人情嘅人，因為從人哋請佢去開始，到佢進入屋唔洗手嘅洗手咧係祭司進入聖殿嘅禮儀嚟嘅。咁佢哋做到更好嗰個法利賽人做到更好，引進佢屋裏面顯得佢真係做到照着律法所講嘅清潔嘅行為，做到係100%以上。但係點解耶穌會俾人覺得不近人情呢？因為佢從呢度開始就一路咁批評法利賽人，甚至係非常之徹底，冇留任何情面嘅嚟到批評，甚至喺坐席隔離嗰啲人呢，搭一搭嘴，律法師啦，主要係佢話你將我哋都睇得低喎，藐視咗喎，係嘛？咁但係耶穌更加唔留情面嘅，繼續去批評律法師所做嘅，話佢哋攞住天國嘅鑰匙，自己唔入去，要入去嘅人呢，佢哋亦都阻擋住。呢個主要係指佢哋係懂得律法，佢哋本應係能夠按着律法嚟到行事，能夠因着律法而稱義嘅，但係佢哋
將嗰啲條文規矩見得自己都入唔到去。最後呢班坐席嘅人極力嘅催逼耶穌，希望佢講錯說話，然後私下拿他的話柄，即係睇佢幾時講錯嘢嚇。你咁叻批評我哋，好啦，耶穌有冇就着佢好似過度嚴厲嘅批評？因為喺整件事裏面，對方其實好意啊，請你食飯啊，想聽下你教導啲乜嘢嘢啊，但係佢都未出聲啊，已經咧就俾耶穌丙到不似一個律法師，不似一個法利賽人。好啦，我哋嚟到12章，喺12章裏面，耶穌對佢之前所做嘅，佢並冇後悔，反而佢係教導佢嘅門徒。喺12章第1節裏面，你們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即係整麵包要落嘅嗰啲叫酵，或者酵母菌啊。耶穌喺教訓眾人之前呢，係先將剛才之前一兩日嘅經驗個事件教訓咗個門徒應該如何嘅面對，所以佢就總結：你們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頭先有咩酵啊？咪就係話耶穌唔洗手咯，係嘛？將一啲外加嘅再繼續顯出自己係有義嘅、公義嘅，攞住天國嘅鑰匙，卻係自己唔進去亦都唔俾人哋進去。耶穌繼續同佢嘅門徒講，佢話：那個只能夠殺身體，唔能夠殺靈魂嘅，你唔使怕佢哋。要講嘅，大聲嘅宣揚出嚟，直接指出佢哋嘅錯誤。你哋怕唔怕受到呢啲人嘅迫害啊？梗係怕啦。耶穌跟住話：麻雀雖然好平，但係喺神面前一個都唔會忘記㗎。就算係門徒你哋頭上嘅頭髮，都已經數過咗㗎，有編號㗎。所以既然係咁嘅時候，天父既然係咁嘅時候，你哋去面對嘅時候會遇到危險，但係唔使擔心，天父會聽住你哋嘅祈禱，帶你哋走過去，因為你哋比許多嘅麻雀還要貴重。跟住喺12章第8節裏面，耶穌再次堅持佢人喺人哋面前認佢係神嘅兒子嘅，耶穌必定會認佢哋。因為喺趕出啞巴污鬼嘅事情裏面，文士同埋法利賽人係好明顯應該認得出佢係神嘅兒子，但係佢竟然將呢個神嘅兒子說成係靠鬼王別西卜嘅權力趕鬼，跟住佢就話啦：褻瀆聖靈嘅必不得着赦免。呢個12章10節裏面所講嘅呢一句話，好明顯就係話11章15節裏面啲人指責耶穌靠鬼王別西卜嘅權力趕鬼嘅事件，佢哋否認咗耶穌靠着聖靈嘅能力，亦都否認咗耶穌係神子嘅身份，同埋耶穌亦都勸勉個門徒：你唔使諗定講乜嘅。如果有人逼迫你，你喺試驗裏面受到逼迫，你唔使諗定點樣去辯護，因為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嘅話。呢個12章12節，所以喺12章12節裏面，你仍然睇到耶穌禱告係耶穌嗰個主禱文嘅禱告，
教導佢嘅門徒點樣去走過試探，仍然係靠着聖靈俾門徒嘅說話。所以喺11章末段嘅時候，係耶穌親自走過呢啲嘅試探同埋試煉。然後喺12章1至到12節嘅時候，係耶穌教佢嘅門徒點樣同樣嘅走過試探同埋試煉。呢段好能夠呼應耶穌教門徒嘅禱告，係11章開始嘅時候主禱文裡面嘅內容。最後將呢段嘅分類再次講一下。耶穌進入試探嘅時間，從10章25節開始，至到12章12節係為之一段。而其中耶穌以主禱文教導門徒，佢係親自教導門徒，並且帶領門徒佢點樣經過一啲試探，亦都教導門徒點樣喺試探裏面信靠神，唔使擔心等陣間講乜，聖靈會帶領㗎喇。願神祝福佢嘅話。